啊，康小琴我那个玩具买的来。哪个？康小琴，康小琴啊我看能不能弄一个玩具买的。哦。哥哥，不是海。啥情况的时候？
这手太长了。往前走。遮住了。吉祥组跳嘛，将就跳了嘛。宝啊，来过来。
西藏国妆吗？大长穿腊肠文语。这个跳完差不多了，这个6分多钟，啊， 6分将近7分钟，哦，这好长，差不多。我还有4分钟。啊，就是一般的相机啊，可点相机，哦都可以。哦，哎，跑得好累啊。就偏微脑壳那种，哦，实不像应该地球上最牛的。也等于是个稳定器，是不是？相当于。啊。
哎，他们跑第二圈去了，他们跑第二圈去了，跑第二圈。那玩意太多了。哎，今天坤哥他们没在吧？没来呀，亮哥也没来呀，我们俩都没来。协警要来呀，他没来，3个都没来。一个都没来。有几天我看是个戴眼镜在那儿管嘛。戴眼镜的啊。啊。哦，那个他相当于，哎呀，假摆，相当于义务的，相当于没啥管那个。你看他跑第二圈去了。哪个？曲珍他们嘛，北河要跑第二圈去了。哦，带不到了。看不到了。要看时间噻。3圈，相当于3圈，这是2圈。不太，
这个在休息了。不累吗？包子这个？不累啊，一点都不累，我觉得好累哦，这样。一点感觉都没得。这个肯定很重，对吧？重，就穿了背心的。哎，差点相机倒下去了。这两个全身都湿透了，真能知道吧？你看嘛，这些就不说了，可能里面早就湿了。哎，再跳一首啊！跳嘛，跳啊！安少爷嘛。日出的地方，